这是一条普通的溪水，它从大山深处款款流来。这是一条奇特的溪水，充满着大山的灵性。它流出过王羲之，流出过谢灵运，它把千年风流镶嵌在中国的文化史上。浙江东部的这条清澈的善溪，日复一日，默默地流淌着，流淌着。月山青哎，月山青哎。月水长流月山青，相映一曲梦魂萦。人生百年惜百年，重回首，本性已化春秋。月水长流月山青，几代红绫，几代情。人生有涯亦无涯，为花发桃李满天下。人生有涯亦无涯，人生有涯亦无涯，桃李满天下，满天下。从1935年到1985年，从11岁到61岁，一曲《梁祝》唱了半个世纪，唱出了人生一大悲剧。一个梁山伯演了50个年头，演出了一个活生生的艺术形象。梁山伯演绝了，中国的老百姓服称他为活梁山伯，外国的艺术家也服称他为中国的罗密欧。梁山伯、郑元和、焦仲卿、郭艾，在整整半个多世纪里，他用自己的汗水和心血，塑造了一个又一个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赢得了无数的鲜花与掌声，在中国戏剧舞台上，创造了他所独有的非同凡响的
阳刚之美。几乎所有从旧时代过来的表演艺术家，都有一个苦难的童年。范瑞娟的童年也离不开贫穷与饥饿。做童工付不起30元的押金钱，当童养媳他又不愿。于是11岁那年，他自作主张拉上邻居小姐妹来到这里。这个地方是个好洗的地方。龙凤舞台的师傅黄炳文，听了他咣咣作响的大嗓门唱的那曲《花名宝卷》，孩子哪学的？小范瑞娟告诉他，这是跟街上要饭的叫花子学来的。师傅惨然一笑说：“收了。”这2个字竟定了他作为越剧表演艺术家的终身。我不会，你老师就打我个指甲，马鞭子打我指甲，有人就叫我到里乡去。他长得眉高额阔，加之一个或许因饥饿啼叫而造就的大嗓门，从学戏那天起，师傅就决定让他唱小生。年年难唱，年年唱，处处无家，处处家。一条乌篷船，几个毛丫头，风里浪里，东飘西荡，边学边唱，边练边演。期间多少辛酸苦辣，只有天知地晓。范瑞娟这个乡下毛丫头，居然第2年就在沈家门龙凤舞台挂了头牌。1938年，她随着乐声舞台闯入大上海。毕竟是大上海，异星荟萃，加上没有好的行头，范瑞娟的地位从龙凤舞台的第1位排到了乐声舞台的第21名。她委屈了，但没有退却，就像一颗压在磐石下弯弯曲曲攀援而上的紫藤，她在不声不响中努力挣扎向上。为了增强武功底子，一双3、4斤重的靴子，她就穿在脚上不肯脱下。春夏秋冬，跌打滚爬，天天如此。为了练好嗓子，口练嗓子，一练就是几个小时，常常唱得崩口直冒热气。有人教，狠命学；没人教，偷着学。他兼容并蓄，博采众长，京戏、昆剧、话剧、评弹，他都一并吸收，连电影也不放过。他对自己的要求近乎刻薄，一句台词念错了，他会钻进被窝把自己痛揍一顿；一个动作错了，他就罚自己饿一顿饭。就靠着这股倔劲儿，这股吃劲儿，他渐渐地红了起来，先后与尹桂芳、傅全香、施银花、袁雪芬等名演员合作，从配角升到了2间小生，又从2间小生跃到了头间小生。他积极参与袁雪芬倡导的粤剧改革，先后演出了《祥林嫂》《黑暗家庭》《婚变》《江流僧》等新戏，终于在大上海舞台上站稳了脚跟。也许是公道自然成，1944年，他与袁雪芬合作演出《梁祝哀时》，
在山柏林中这场大段咏叹独唱时，剧情和人物内心的激情触发了他的情感，他不由自主地把唱腔提高了4度。琴师周宝才也灵活地随之将胡琴定弦升高了一个调门，将唱腔巧妙地拖了上去。娘啊，儿有错唐丝儿归望街路，儿的娘身体虚实哎，肯就莫听四儿女儿是要无教正常理为阿背三辈李为背李为背红黑是开两亏红的开场做一代，黑的开场两三倍。那唱腔深沉悲怆，缠绵多情，使人耳目一新。这种偶然性的突破，即兴式的发挥，终至创造了越剧5调之一的弦下调，给越剧唱腔艺术又增添了辉煌的一笔。三倍，啊，三倍，啊，三倍，早期越剧女小生的声腔缺乏自己的特点，她与花旦演唱区别不大，总摆脱不了软糯嗲的特点。范瑞娟在演唱中却以自己宽厚的嗓音力改女小生软绵绵糯哒哒的所谓宁波汤团味道。她从人物着眼，从剧中人性格发展着手，在不失女子越剧特有的整体艺术风格的同时，尽可能表现男性的阳刚之美。范
范瑞娟的唱腔淳朴宽厚，稳健豪放，吐字干脆利落，韵腔洒脱自如。她结合剧中人物性格及感情的需要，安排旋律。字调、语调、感情、曲调这几者结合得非常贴切，节奏紧密而平稳，速度紧凑又从容，使音乐形象声情并茂，丰富多彩。
娟很善于使用长腔，在她的唱腔中，经常有流畅动听的长腔，其拖腔部分又常常变化多端，能将观众带入某种意境中，令人回味无穷。范瑞娟最大的特点是善于运用一切歌唱技巧，贴切地塑造出人物的音乐形象。这段咏叹调式的唱腔，使人如入山里山，湾里湾，峰峦起伏，左盘右旋。梁山伯此刻那肝肠寸断、悲痛欲绝的心情，得以淋漓尽致地表达。儿与他生前不能夫妻配死，也要梁山伯在挣扎，往下沉，往下沉。在那戛然而止的拖腔中，谁都会潸然泪下。女子越剧表演上的最大特点是女扮男角，演员既要在形体运动中表现出男性的阳刚之气，又要保持剧种本身的委婉柔美。范瑞娟的成功正在这里。
她的表演打破了女性生理的局限性，从传统戏剧声角的各种程式表演中，努力体验和提炼出越剧声角独特的柔中有刚、刚柔相济的艺术语言，为所塑造的艺术形象服务。打金枝中的郭爱，从行当看，童声、武声、官声三者兼而有之；从性格看，正气、傲气、憨气、志气融于一身，色调丰富多彩。范瑞娟努力把握了人物性格，将这个将门虎子扮演得惟妙惟肖，光彩照人。闯宫这场戏里，范瑞娟以强烈的形体动作，表现了郭爱少年气盛、争强好胜的憨气与志气。这闪电似的一巴掌，使郭爱又惊又呆，骂了皇帝，打了金枝，郭爱大祸临头。范瑞娟充分调动手眼身发步，组合成一组急促的下场动作，把势力盛气又外强内虚的郭爱表现得刚健挺拔，干脆利落。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范瑞娟在成名之前是那样刻苦勤奋，成名之后仍坚持不懈。10年浩劫，她的身子垮了，嗓音也不可惜比。为了能重返舞台，她每天闻鸡起舞。1988年范派艺术演唱会上，范瑞娟一个踢袍亮靴，踢起后竟几分钟纹丝不动，全场掌声雷鸣。这里面
该有这位年过花甲的老艺术家多少甘苦，多少痴情啊！花甲之年的范瑞娟，在表演上更注意从人物性格中锤炼出韵味。郑元和在《李娃传》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范瑞娟通过她的形体、唱腔、百口、身段的艺术组合，把这个风流才子的单纯、善良、天真、痴情表演得炉火纯青。伢子，偏是平地三佛一回，今无瓦也。范瑞娟以一个个栩栩如生的男性艺术形象，献给自己为之奋斗毕生的越剧。憨厚淳朴的梁山伯，软弱痴情的焦仲卿，单纯稚气的郑元和，天真傲气的郭爱。从皇帝到奴隶，从公子到乞丐，从状元到强盗，他所展示的广阔的人世间，刺透了他的汗水，他的心血，也深深烙上了他日日夜夜跌打滚爬的印记。青春消逝，华发已改旧时装。多少年后，也许他的名字会只成为一个历史的符号。然而，那些曾经他倾注了毕生精力塑造出来的艺术形象，将永远长留。获得这鲜花与掌声，他应该拥有这荣誉与赞美。这是历史，历史在舞台上，这是人生，人生在戏剧中。